新版在违法的公诉草案争议，立法院是继续的对价。那也提出防止中央台补助的版本，毛立委提案要修正离岛的分配公式。也若是另外迄边，行政院是也未提出修正草案，南部有立委提出因的版本。行政院是表示讲会收集意见，甲地方政府讨论。院长，请问财花法修正会自提院版吗？面对提问无回应，在卫生法因为公诉草案引起争议，立法院调也各有攻防。行政院也未提出二版修正草案，也毋过民进党立委赖瑞良批评瓜志温甲国民党版在违法，和高雄市即损失174亿，中北青南要求提供分配款项3%，和年度白拓量相关的关系。请停止重北轻南了哈，柯志恩跟国民党版本却是国民党首都拿到38了。现行的这样的修法，如果不改变的话，将会对于高雄非常的不利，对于台北独后了。赖瑞良指出，瓜志温国民党版提出台北首都加3%，新发台北增加452亿，全国第一。好个愈好也苦个愈苦，要求中修改变东北轻南的在违法。那也立委认为，在违法修正了后，中央变相靠今年度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款，严重影响地方政府运作。尊重民进党立委的提案，将来伫委员会、议会拢会当同齐提出来讨论。过去计划型的补助款，补助前几名都是民进党南部的执政县市，重北轻南真的是政治抹黑。李干秀表示，国民党版本明定，今年予各县市一般性补助款，袂当比前一年的金额低，也明定计划性补助款补助比率，袂当比过去10年当财力急促县市甲同类型计划的平均值低。版本顶一个会议已经进付议图，行政院表示，财政部甲主计总处继续累积各方意见，相关建议拢会纳入考量，搁适时甲地方政府讨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